后来乡亲啊，苗栗的明德水库有上新的游乐设施，一种是伫咧7米悬的空中骑铁马，一种是伫咧21米悬的空中来耍飞梭，为无同的角度看到水库的水。 脚踏车向前骑，不过算唔是骑伫咧路里，是伫咧2层楼，悬伫要7公尺半空中的我呀。骑骑人员伫咧脚踏车顶悬赶紧摒细咧踏，下骹就是青冷冷的湖，周围拢是山的美景。不过悬7公尺也是会予人感觉惊惊。这是苗栗明德水库游客中心上新的游乐设施，大型登场的空中脚踏车，让游客享受伫咧半空中骑车的刺激。第一步，这边会有一个安全锁，到时候我还会再搭一条更坚固的。伫咧空中骑车，安全锁啊就有3组，甲起锁下调的，阁有顶悬甲下骹，阁有一支管影增加力甲固定。链仔嘛是固定伫咧瓦牙顶悬是正在，若是大家无力嘛免惊，因为脚踏车是夹电动的。 安全锁啊绑好，一个瞬间就冲出去，想要叫拢袂赴，因为空中飞梭，互你伫咧6层楼，特别21公尺的悬度，飞过350公尺的距离到对方。10米里的这个救援绳，它大概承重来将近2000公斤。到明德水库，毋但会当点点啊欣赏风景，即马各家空中脚踏车、空中飞梭，阁有宽湖游艇，用无共款的方式来体验明德水库各种的风貌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